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4月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是节假日啊，关于胡适的新闻比较少，我们还是看一看美股，因为咱们胡适跟美股还是有某种联系的，也就是跟跌不跟涨。在中国反制措施公布后，美股继续全线暴跌。截至美东时间4月4日收盘，道指暴跌超2200点，跌幅达 5.5%， 纳指暴跌 5.82%， 较历史高点跌逾 20%， 就是纳指和道指它已经进入技术性熊市，就是回调超过 20%， 那就从技术看它应该属于熊市。当然我们也不能说现在美股就正式进入熊市。标普500指数暴跌 5.97%， 这个对等关税换来的是数十万亿市值的蒸发。美股在2天时间，就4月2号、4月4号、4月3号、4月4号这2天，美股市场蒸发 6.5万亿美元，也就是47万亿人民币，也就是半个胡适跌没了。2天就跌掉了半个胡适，也很厉害。其中苹果、微软、亚马逊、特斯拉、英伟达、谷歌等美股7巨头科技股，7个科技股市值总共损失 1.8万亿美元，也就是13万亿人民币。不仅美股面临利空，不光是这个关税风暴，还有来自金融机构的冲击。瑞银全球财富管理将美股评级从有吸引力大幅下调至中性，并将标普500指数年末目标位从6400点大幅下调至5800点。这个美股4月4号这连续2天说的是一个光头阴线，这老股民都知道，如果拉出这个光头阴线，那就说明它这个下跌啊还没有结束，这还是在下跌过程中。这个对胡适来说影响非常大。胡适上个交易日，虽然特朗普公布了这关税，胡适好像没怎么大跌，甚至那个沪指还有这个看不见的手在稳住。但是这个清明节拯救了胡适。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美股一暴跌，它肯定会影响港股、恒生指数啊。而胡适最近它这个能稳住的逻辑，也是因为这个恒生指数，对吧？港股走的还可以，所以说周一开盘，这个港股很有可能要补跌，因为这个金融指数啊，好像跌了 9% 还是 10%， 暴跌啊。那港股一跌，那 A 股呢，对吧？ A 股它只能是极大可能是低开低走，因为很多人慢慢的从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关税政策里面反应过来了，这个不是什么赌气，这个不是说我们反制我们就能赢。反制是没有办法，反正你不反制你也没什么好处，反制了也就这样，所以我们对等反制，但不代表说对等反制你的外贸就好了，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我认为是上个周四胡适还没反应过来，那下周一他一定会有所表现，再加上他美股还没有跌完，周一晚上美股恐怕还要下跌，所以这个对胡适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关于这个特朗普加关税他为什么要加关税呢？我们看一看这个经济学家陈志武，他是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特朗普呢是想通过增加关税来弥补他在接着下来几个月要给美国老百姓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啊，因为他希望呢未来5年、10年，每年让老百姓家庭和企业总共要减少5000亿美元，一年要减少5000亿美元左右的税务负担。这个5000亿美元要靠什么来补呢？主要是靠关税的增加来补。但是大家要知道，前2年美国一年政府的关税收入大概是1000亿美元多一点点，也就是说在现在的关税1000亿美元多一点的基础之上，要增加5倍才可以弥补他接着下来要对美国老百姓和企业减税的，一年减5000亿美元左右的税，就意味着关税要增加5倍。1913年之前，美国政府的开支100%都是靠关税的。13年开始推出的联邦政府的个人所得税这个税种，当然开始的时候美国老百姓每年赚到100块钱只要交1块钱1%给联邦政府，后来就不断的上升。到了2战之后的美国政府的收入来源从原来的主要靠关税改变为主要靠个人和家庭的所得税来维持的。到现在美国的联邦政府的开支80%左右都是靠老百姓个人所得税来维持的。所以 Trump 和他手下的这些人都觉得要让美国重新伟大的一个主要的手段就是重新改变美国政府的收入来源。他通过关税的调整，他认为可以达到2个效果。
一个是让美国的制造业实体经济重新回流美国，第二呢就是让老百姓、让企业可以把他们赚到的更多的钱得到自己口袋里面，有他们自己去花，让美国家庭和企业承担的税务负担可以大大的减轻，然后那些外国的公司向美国出口的时候，让他们承担更高的后果，以此来促进更多的制造业实体经济的业务和就业重新回流到美国。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思路。我要讲的这个意思呢，就是特朗普现在对中国推动的关税的增加，还有对欧盟、对加拿大推出的一些关税，是他受他的信念的影响。他认为收关税不仅仅可以让美国重新回到靠关税收入来维系政府的开支，而且把美国的很多的制造业，特别是造船行业、很多的汽车制造业等等这些业务重新回流到美国。这样的话，让美国的实体经济重新有更强的、更扎实的基础。当然，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政策，很多经济学家、这些同仁们都指出，这个很狭窄的理解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因为要更全面的理解，要从中国进口更多的商品，让美国的物价更低，让美国的老百姓同样的5万美元、10万美元的收入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因为中国来的商品物美价廉，所以同样的10万美元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但是那些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由美国自己制造，由自己制造的商品来取而代之之后，物价通胀肯定会要上升的。当然，因为 Trump 这方面的经济学的训练和包括他团队的这些经济学方面的专业训练呢，都蛮差的，所以他们在掌握美国的决策权、政策的决策权，没办法。现在大家只好就看着，只好去受，没办法去改变这些政策举措。但是到最后，企业和股票市场的投资者最后要付出代价的，还包括老百姓的就业可能会最终因为 Trump 这样做以后，导致物价的上升，美国经济衰退的出现，概率的上升，最终会让老百姓在就业层面、在物价层面付出代价。这个陈志武认为，特朗普他要给美国人减税，当然了，还要制造业回流美国，给美国人减税，他关税收入只有1000亿，他减税要减5000亿，那这5000亿从哪儿出呢？就得从关税上要创收5000亿。对特朗普来说，他认为他是一箭双雕，既增加了关税收入，对吧？实现了他给美国人减税的这种诺言，同时呢，又能让这个制造业回流美国，一箭双雕，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想，美国的每个家庭平均一年减税5000美元，但是由于他表面上看，他收入因为减税5000美元，他收入就多了5000美元。但是那其他的方面呢？如果引起通胀、物价上涨，他这5000美元还抵消不了那个物价上涨带来的这个损失。但不要紧，特朗普他就认为他是叫什么外科式手术，只有弱者才会输，这美国一定会强壮起来。但是美国人可不是这么认为。首先是这个特朗普他转发了一个帖子，在他真实社交那个媒体上，他转发一个什么帖子呢？是一个视频。那个帖子的意思就是说，巴菲特支持特朗普故意让股市暴跌的说法，也就是说，你看美股暴跌是特朗普故意的，有意为之，然后还说是巴菲特这么说的，特朗普就把这个视频给转发了。那就你看，就是特朗普拉着巴菲特给他背书，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中。结果这巴菲特还专门出来辟谣，巴菲特本人周五正式否认这些传言，而且巴菲特还又说了，在年底之前不会对美国的经济政策、关税政策发表评论，意思就是说冷眼旁观，对吧？静静的看着特朗普在那闹。大家还记得吧？应该10年前呢，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他在推特上发了个帖子，他说如果有一天道琼斯指数单日狂跌超过1000点，当时的总统就应该被装进加农炮里，以极快的速度被射向太阳，不能找任何借口。这2天道琼斯指数都是1000多点、2000点的下跌，不知道特朗普还记不记得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发过的誓，辛苦马斯克一下把他送上太阳了。这个摩根大通警告说，在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重压下，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出现收缩，经济恐将步入衰退。该行美国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费罗利在最新报告中指出，摩根大通已将全年实际 GDP 增速预期从此前增长 1.3% 下调至收缩 0.3%， 增长 1.3% 到收缩 0.3%，这什么概念？并预计今年
第3、第4季度将连续出现经济萎缩、经济活动衰退，预计将推动失业率升至 5.3%。费罗利在报告中强调，若预测成真，我们将提出滞胀型预测，将令美联储决策层陷入政策困境。此番预警凸显出，随着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正在加速急剧。这个摩根大通的首席经济学家他认为，特朗普就这么整，让这个美联储很难办。这个美联储的决策层陷入政策困境。这个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费罗利说的还真不假。这个特朗普他又在他的真实社交的媒体上向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喊话，让他降息。特朗普说，他说现在正是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降息的绝佳时机。他总是慢半拍，但这次他可以迅速扭转形象。能源价格在降，利率在降，通胀在降，甚至鸡蛋价格都降了 69%， 而就业正在增长。短短2个月，美国迎来了一场大胜利啊！降息吧，鲍威尔，别再玩政治了。你看，一个总统向美联储主席喊话，快降息吧，您倒是降。结果鲍威尔的回应，大家看视频。Fuck your fucking options. Fuck your fucking zero DTE calls. Fuck the economy. Fuck inflation. Fuck your soft landing. I am sick of this shit. Fuck Wall Street. Fuck you all. I'm fucking. 这鲍威尔就直接骂街了，活儿没法干啊。遇到这么一个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很多不满。你比如说，加州州长纽森公开发声反对特朗普的关税战。就在特朗普关税战搅乱世界之际，美国加州州长纽森公开声称，特朗普不代表美国，也不代表美国人，加州要与世界各国单独谈贸易协议。大家看视频。美国终于有人站出来了。加州州长加文纽森表示，要绕开特朗普政府，与世界各国单独谈关税。在中国反制对美国所有商品加征 34% 关税后，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在他的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特朗普不代表美国，特朗普不代表美国人。加州是美国第1大经济体，是全球第5大经济体。美国 14% 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加利福尼亚，是美国最大的制造业州。美国4210亿美元制造业产值来自加州。美国第2大州是德克萨斯，我们比德克萨斯多 41%。我们必须稳定全球贸易关系。我今天指示我的政府寻找扩大贸易机会，并告诉我们的全球伙伴们，加州仍是你们可靠的贸易伙伴。特朗普不代表美国，特朗普代表不了美国人。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和我们全球贸易伙伴们洽谈与加州关税问题。如今的民主党全都怂的一批，咱们的帅哥是终于站出来了呀！关税独立也是为加州寻求独立又往前迈出了坚实一步。这叫啥？大难临头各自飞呀！川宝的一顿瞎折腾，能跳船的绝对是幸运儿。美元、美股都崩成啥样了？昨天我看美国媒体还在逼逼收购 TikTok， 就在视频下留言道：不错，中国政府将向库克和马斯克商讨出售苹果和特斯拉问题。才一家在美国经营的企业，你美国可不止10万家企业在中国赚钱吧？一天到晚逼逼赖赖，见人就是矫情，别骗了好吗？不觉得羞耻吗？美国人全都没有羞耻心吗？如今这套贸易体系本身就是美国的一套吸血体系。就拿我们昨天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调查的杜邦来说，这么不起眼的一家企业，在中国的营业额一年就高达1000多亿人民币。知道1000多亿是多少钱吗？1000多亿需要多少在华的美国高管吗？这些不是就业吗？这些不是税收吗？更别说苹果、特斯拉、沃尔玛、可口可乐、麦当劳这些在华企业，你数得清楚吗？这要贡献多少就业，要贡献多少税收？一提到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我就来气。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就7.3万家，哪怕一家只派1个人，也有7.3万人了。单单在中国的美国高管多少人了？这些在中国投资企业的老板们，不用来中国看看他的企业吗？中国改革开放都47年了，第一批来中国的美国人都老死了，你还在用我爷爷的话来欺骗中国人？你们这些负责宣传的人是有点脸没有？我在4月2号李美月侮辱中国女性和陆毅吉被判死刑，其实都是一回事里已经说得够清楚了。我是在一线干过对外宣传的，从来就没有外国人不了解中国这个东西，这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就如同卢比奥在美国国会演讲说，中国人抢了美国人，中国企业服从于中国政府，美国企业阻止美国对付中国，中国改变了美国创造的资本主义体系。
事实是，中国企业压根就进入不了美国市场。就 TikTok 一棵独苗，在已经给了美国人大量股份的情况下，美国人还在想着把这家企业抢到自己手里。至于中国改变了美国创造的资本主义体系，那更是荒谬到可笑。中国就是中国，美国就是美国，是你美国人在自己创造的一套体系下，依然玩不过中国人。你自己创造的一套吃干抹净的规则被中国人突破了，你自己定的规矩，大家来公平竞争的，这个公平是要打引号的。你自己坐庄输的连底裤都不剩，你还怪我们了？自己坐庄都赢不了，现在就撒泼耍赖，好处全拿，愿赌不服输，有那样的好事吗？你这些在中国赚钱的美国企业怎么办？你不向我们开放市场，我们凭什么要向你开放市场？你不让中国企业去美国赚钱，我们凭什么要让你美国人在中国赚钱？开门，自由贸易。现在你美国人不开放也得开放，不开放你亏更多，耍赖有用吗？在中国的这 7.3 万家美国企业赚的钱不算吗？纽森现在站出来，绝对是在救美国人。特朗普也好 ，Mega 也好，就是典型的得了好处卖乖。美国在这套体系里一直是赚最多的，就拿杜邦来说。1年1000多个亿，中国出市场，中国出劳动力，美国人当高管，美国政府收税，美国人白赚的钱还要逼逼赖赖，那你就别干了呗。没有这些企业，你美国就是个小号印度；没有这些企业，你拿什么来养美军？没有美军，你说的这些话就是一群神经病在那自言自语。你说加文纽森能不跳船吗？跳晚了，加州也得跟着玩完。就单独与世界各国签订贸易协议这事，别人愿不愿意和你签还当另说。这个纽森的公开表态让我想起了100多年前这个叫东南互保，叫此乃乱密也，越不奉诏。这个是这个纽森作为这个加州的州长，他说特朗普此乃乱密也加州不奉诏，而且加州要跟世界各国单独谈关税。我不知道这个美国法律允许不允许。如果美国法律允许加州这么干，那每个州都会单独谈。这是美国国内。我们再看看这个美国主要的合作伙伴是什么态度。首先是这个欧盟将对价值260亿欧元的美国钢铝制品、农产品、纺织品及家电加征15%到25%关税，覆盖清单超200项商品，其中肯塔基州的波本威士忌首当其冲。该州是参议员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政治腹地，此举被视为对美国政治生态的精准打击。针对美国对进口汽车加征25%关税，欧盟已启动第2阶段反制预案，拟对通用、福特等车企在欧销售的 SUV、皮卡加征30%报复性关税。法国力推数字服务税方案进入实操阶段，欧盟拟对谷歌、亚马逊等美企在欧数字服务收入征收3%税，预计每年可获45亿欧元的财政收入。此举直接冲击美国科技巨头利润，苹果 App Store 在欧洲年收入15%可能被收割。你看欧盟也毫不客气，立马给特朗普一大巴掌呼过去，都不惯着。你看这个当地时间3月3日下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爱丽舍宫会见受到美国关税影响的各行业代表。他表示欧洲将分2个阶段对美国的关税政策进行反制。马克龙同时表示，美国在对欧洲征税的同时，享受欧洲企业数十亿欧元的投资，这是不合理的。所以马克龙呼吁法国企业暂停对美国投资。就连那个美国的铁杆，对吧？英国也出手了。这个英国政府4月3日公布一份400多页的产品清单，列出可能作为报复性措施被征收关税的美国产品，也就是欧洲、法国、英国，都不客气。我们再看这个美股的暴跌，让咱们这个网友想起了一个知名人物，就是东方港湾的这个但兵。这个大家都知道，东方港湾因为主要这个私募他投资美股，2024年、2023年收益都不错，结果美股一暴跌，大家就想起了但兵。这个叫什么？既怕兄弟吃苦，又怕兄弟开路虎。这个但兵他自己好像通过朋友圈，还通过这个社交媒体吧，他发了一个说明，说的还挺长的。他首先是4月3号晚上，他说难得一见的历史时刻，今晚恐慌性抛售过后，如果最后没有想象中可怕，应该离见底不远了，而且可能是历史大底。
还是那句话，技术进步更重要，人工智能是主因。但是就他这个话说完之后，4月4号美股再一次暴跌，对吧？这个纳斯达克跌了6%，也就是说，但斌认为的历史大底下面还有一个底，这个下周一恐怕还要跌，还有个底。底下还有底，这个但斌说到，他对这个美股的投资，2022年底满仓，2023年、2024年持仓进行了微调，也就是基本上没怎么动。到了2025年，对英伟达的持仓做了调整，降低了占比。就是 DeepSeek 一出来之后，英伟达不是跌了一轮吗？所以据说那个时候但斌开始不看好英伟达，出了一部分。然后2月底，但斌说，因为不认同特朗普处理俄乌战争等对外政策，担心失控引起更多地区的战争，选择卖出了70%的持仓，也就是只剩下30%的仓位。他只保留了除特斯拉以外6巨头。特斯拉以外，那6只科技股他都买了，买了多少呢？每一只是5%的仓位，然后他手头上有70%的现金，就是2月底。但是他也是学的巴菲特，你看巴菲特手上都是现金了，就是现金多，股票少。但是他说他又是失误了，遗憾的是怕错失人工智能时代。另外想着担心发生新的地区战争是太小的概率事件，很快又买进去了。如果2月底他出来70%，然后他特斯拉已经空仓了。这个时候如果他就不操作，那么他现在那就是像巴菲特一样笑看风云了。但是这一次他说他这个回撤比较大，说整体仓位回撤20%，投资是充满遗憾的事业，我们不做时机选择，只在遇到系统性风险的时候会规避，但每次都规避掉也不太可能，承担后果，坦然面对一切。总体而言，我不赞成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但他的对内政策我认为是走在正确道路上。不过他认为这个美国的经济还没有太大问题。他说如果新关税实施后依然如此，美股会重回牛市，而且我认为市场如此剧烈调整，一旦见底，会为未来10年甚至相当长周期的新起点。这个美股这一轮暴跌，从最高的到现在已经跌了20%，也就是说恐怕去年这个时候买美股的人到现在恐怕都是赔钱的。这个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呢？就是作为散户，还是对投资、对股市要抱有一个敬畏之心。也就是即便是美股，对吧？美国的资本市场，它吃起人来也很残忍割起韭菜来也很厉害对吧？连这个东方港湾，恐怕这2年在美国赚的钱，这个回去了一大半。他是2022年买的，如果美股下周一再跌，对吧？这个东方港湾这4-5年白忙，对吧？就是美股这样走慢牛的市场，一旦跌起来也是六亲不认所以说，就何况咱们这些小散户想赚钱太难。最后再聊一聊胡锡进老师。胡锡进老师这2天对这个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那意见很大，然后胡锡进老师对这个对等反击那是欢欣鼓舞，就像那个打了肾上激素一样，手称快。暂时忘了这个贸易战，对吧？可能会给咱们带来的不利影响。这胡锡进老师已经不看这个了，胡锡进老师只看反击，很爽。希望这个胡适周一帮助胡锡进老师醒一醒，让他恢复一点理智，恢复一点人性，让他多为这么多外贸企业、这么多外贸人考虑考虑，人家都要吃饭，人家也有按揭贷款要还。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